99中制度过，议员蔡淑慧依照今年6都中央警路礼金的发放来做一个比较，结果桃园发到2500块，咱台南才1000块，连临时的礼金嘛比袂到。议员认为对台南老人无够尊重。咱不一定要比第一名的桃园，无咱嘛袂当堪新北市差不多吧？是，因为咱的人口数并无比北县市6都内底并无比北县市较济嘛。是，如果以这个人口数来看到咱的少数双案的钱，我感觉咱台南市社会局对老人伤过苛刻了。是。这个部分拜托局长，你未来能够再努力一下。是我们这个来努力。哦，好。莫讲10002000，互大家老人欢喜啊！啊，对不对？咱的健保也无开偌济，讲个28个嘛无去增加，啊加1000，大家该留念呢？考虑看嘛，好无啦？我会考虑。面对中央礼金，民代要求增加的额度，预计市库要加1亿7000多万的预算。对此，市长黄伟哲嘛回应会搁再考虑。另外，针对台南国立发展经费1律13万，议员认为经费无够的理，将压力拢转到议员身上，要不断倒找经费。需要求民政局依照你的人口数甲专案的需求，减少私心，制度化才合理。台南新闻，阮籍杨顺怀采访报道。